来过来是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，今仔日和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来指控，讲2022年8月做驻美国代表的时阵，有甲一个叫做美国精神的战争援助组织来接触。国民党质疑，莫非台湾要战争咯？啊，敢讲蔡总统所讲的中国目前无啥可能会侵犯台湾，这是咧讲假。啊，民进党的立委是来反呛讲，外交工作本来就会有真侪接触，选举的时阵用这种方式讲诽谤，真不可取。请问台湾现在是要有战争了吗？讲到战争两字，听起来真敏感。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白规白开记者会，针对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。2022年8月，双方会面的相片被公开，当时美国精神首席执行官 Jim Hack， 阁有国际运营主管甲萧美琴会面。郭小文章表示，讲当时讨论的是要怎做，才会当用上好的方式支持台湾的严严，并且加强美台关系。国民党质疑讲是安怎，都要甲这款的组织致歉。SOA 这样的一个组织，未来要到台湾来运作。也就是他们在规划台湾可能是下一个乌克兰，因此跟萧美琴大使有一个这样子的会谈。美国精神是一个伫9·11事件了后成立的非营利组织，会甲军队甲外交官合作，拯救甲改善战地生活。除了甲美国的军队做伙工作，嘛会当提供私人的援助。团队拢是退伍军人。国民党以此质疑，敢讲蔡总统所讲的中国目前无啥可能犯台有变数。我们的消防署跟 SOA 以及壮阔台湾这样一个民间的协会组织签署了备忘录，要开办训练战术紧急伤患救护指导员课程。萧美琴大使过去其实代表台湾在美国这么样重要的一个国家，他本来就会对于像在经济层面、在文化层面，甚至会在国防层面，这都是他必须要接触的范围。国民党阁公开讲，美国精神甲纵化台湾、恶草等等拢有接触，怀疑战争的温柔恐惊事出必有因。国安局嘛发现讲，选举到目前为止，中国拢在进行认知战，今年的假消息已经将近700件，这嘛和总统的大选继续炒热台海的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